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賽馬嘅 ED。浪漫勇士今季最後一場海外賽事杜拜草地大賽將於4月5號進行。嗰項賽事有12匹賽區參戰，浪漫勇士嘅實力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。因此，我想簡介另外11匹賽區嘅過往賽績，並且排序我認為對浪漫勇士嘅威脅程度。資料搜集唔易，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多多支持。大家認為邊一匹係浪漫勇士最大嘅對手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鍾意呢條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